接驾入前人前道公，坤道玉公，翻开石像无极大母前30公里前道玉公，在吉公，3吉公，坤道玉公，在吉公，3吉公。恭请付前人慈悲前道玉公，坤道玉公。付前人晚安。请坐下。付前人晚安。所以呢，经典你报告结束但是用才是时间不能了但是因为咱最主要就是讲能够来到一处所以时间当然得不过你因为我紧，因为咱咧讲经典咱是咧宣传修香互相勉励互相鼓励。那因为咱今日呢，咱讲到三巴呀，大过三巴呀。那三巴呀呢，因为咱进行，就是咱做天魔奇观，先地行主将，好物识改名，问我华情意，我哋各主相，咱进行是讲到这个所在这是伫咱做开年这个熟悉起。那因为咱今日呢继续咱节目当中学习看啦咱融合念这个咱这个后壁念这个书说记忆，书说记忆，依法无疑，依法无疑，依心有言，依心有言，依道清净，依道清净，亦无诸相，亦无诸相，逆定成佛，逆定成佛，观正，观正，一空其心，一空其心，初心本净，初心本净，无可出相，无可出相，各自努力，各自努力，虽然好气，虽然好气，逆时，逆时，多将作礼而退。多将作礼而退。这段呢，是因为咱这个做会员交代这个记述说记忆，就是讲，咱拄则咱听到心地主将保护世界名问我情义各相这个做会员。伊的这个记，这个记人讲叫做结人讲叫做结记，叫做记忆安尼讲但是呢，因为这句的这两音拢来读啦这个意就是讲，毕竟这部的讲了就是咱进行咱就做环境的节目要办，咱把一首记已经讲了。但是咱做会员呢，就必须讲书法记法依法无疑，依心得言因为这个法以实法来讲起来，无质，一切一切。这个法如果老字，
这个叫做上性法，这叫做一切法。但是呢，伊是实法的贡献，伊叫做绝对，伊叫做无字，所以讲业即一切一切一个，所有一就是对一对一就是讲道意思。但是因为迄个咱即马把伊道国延伸出来，就是叫做一切，所以咱才来进行咱伫迄个跟当时古人讲，讲的时阵这个空这个空的之用，然后微波思想，咱道德性，那这部分，迄个广德之道，意思，这个空内的迄个德性，空内的迄个变物变用，这个物件，但是微德思想，咱空间当中，就是伊个对德演化出来的物件，一切拢无离开道。咱叫做道色，咱过去，咱亲情去看，当时讲一句讲，大道无形，成玉天地；大道无情，运用无法；大道无名，永永难分。我不的机名，永渺道。那安尼当中呢，无形、无情、无名，这就是道的显化物件。道的显化物件就是咱非常的广大、广大，迄个整个容貌，但是这个容貌咱看到，一般人看到，唔知讲，这是对道的显化出来物件。若无道的物件，咱就讲靠这个整个这个容貌物件。毋过天无事我地无事在，我无事教，因为伊就是无自私。但是因为伊所表现出来迄个德性，虽然伊无咧计较，日头咧甲你照大地，伊无讲我逐日咧甲你照大地，也4小时咧甲你照大地，我要甲你，要甲你申请偌济功德啦，要申请偌济的迄个薪水，伊无安尼啦，所以天互咱遮济福气，互咱遮济氧气啦，伊嘛无甲你讲，我这。你讲明话这样气候的，我们习惯的吃，应该不会那么无论个情况嘛，咱来靠北老师要氧气，迄是几30万的，迄就无相像。所以天永远拥有互咱这个物件，所以那叫做功德，功大，迄个足大的德性对，足大的德性，所以嘛是安尼讲，互咱古老，互咱的。水，伊嘛有干净点。所以呢，如果你咱人来讲嘅，这是相计较咧咱就想讲，哇，这个日仔的时阵啊，要咧落雨进这个来科起码是欠水，欠水，这个请水车去载水车载来就几万块，但是上天互你几粒水库，伊叫你各位是讲要改善咱的钱无啦所以这个上天互咱，这叫做广大，叫做广大，非常的广大。但是伊嘛要回到事情，因为唯有道，无咧甲你比较，道无甲你比较。因这部分就是讲，依法无依，依心对人。这个法就是讲叫做实法，有依的法就是叫做实法。有依的法叫做二元对立法，二元对立有权的就加，有加就有权的，有办法就有善的，有水就歹的，安尼点权就这叫对立。但是应该讲依法无依，依法无对立的，这叫做这个叫做道啦，这个叫做实法。但是因道所演化出来物的物件叫做广德，这个实法叫做广德，叫做广大的物件。伊毋是伊毋是对立的物件，对立。安尼所以咱拄则咧讲，大道无形，生命天地靠对立；大道无情，伊嘛无靠对立。大道无名，伊嘛无情无名。伊无嘛，无对立嘛，所
所以呢，不是轻巧的，我们讲这是心理讲，为多所生出来物件，我表面讲就安尼对了吼。所以诸位，咱一定爱听落就依法规定，这叫做实法。实法就是我对这个物件，甲你讲的，迄个实法，迄个清净有变的方式，安尼对了吼。依心而言，这个心嘛是相像，而言相像哦。这个心，如果依心而言，这个心嘛是相像。啊，这个心就是哪？咱讲叫做心嘛吼，啊，那个规个地方叫做相哦。用心分析嘛，啊，分析用心嘛，啊，若有字，迄毋是用心分析嘛，迄毋是叫做依心而言哦。那字就是对的嘛，对到啥啊？啊，心都有一个先的，有一个恶的啊，哦，有一个先到有一个恶的啊，哦，这个对的嘛，有一个对告，有一个被告啊，这个对的嘛，咁是安尼吼，所以咱看出行为，咱来看伊。伊咧讲，就讲迄个形式，依心而言，就讲迄个实相。你有一个实，你有一个无量的分析，有那是，伊是有那无，迄个分析，迄是有那无计划，那无秘法嘅，毋是走啊第二迄个心，那走啊第二心，就计划比较，有实法嘛，吼，有对法嘛，迄叫做哪？迄叫做心。迄个气象的心啦，吼，所以啦，过去的论语来讲是讲，哦，这个空，这个名著，哦，二著，这个孙著啦，三著咧论性，吼，这个讲性本身，啊，这个讲性有性有不性，啊，这个讲性存恶，安尼吼，啊，这个对倒咧讲性本身，性本身就名著讲嘛。伊就对迄个良心本性讲，啊善有善有不善，就是讲这个心嘛。哦，伊就对这个心讲，啊善顺恶，就是讲这个心啊，善心啊，啊这个心就通养修养啊，超越了嘛。哦，啊这个第三，这个三处咧论性，是讲这个。但是因这句话依心而言。这句话就是因说着点份依法规定依心而言，就是讲咱今日迄个本性良心，本来原在是安那顺善多，哦，所以咱老师来讲，哦，如婴儿起于他，就讲咱本性就产生婴儿囡仔生出来囡仔，啊，咱的囡仔会计较的，咱的囡仔会比较的，咱的囡仔会做咩闹的？因为迄个学英语，伊是一个顺性，伊捌目标，伊良好，哦，啊，伊有书有良好，哦，伊若无哪有好困难，伊嘛毋知，刚开始说嘛毋知，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是那个毋知，这是慢慢到伊慢慢成熟了后，好做有分辨出来，刚开始有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到这里呀。啊，有这物件就开始有力量啊，就开始有力量啊。哦，啊，所以呢，今日爱知影咱的本性，伫咱的内底，这个叫做哪？这个叫良心本性。啊，咱的良心本性本来嘛是纯善，咱平常要甲讲的。而咱这个马体内底，你想我应该你来考虑，你700年，但是你700年内底达到，伊嘛是24小时无停过的。啊，伊嘛无计较，无比较，感谢伊安尼就如不动，哦，啊，若有一个讲我要出来，我就去后生去啊，感谢安尼吼。但是伊若困在讲伊内底当中，有计较无比较，伊无啦，是因为伊讲顾我这个身体，我伫咧运作了后，我家己不知足，家己生了一个妄心，那你这个世间。咧求啦，求希望、欢喜、希望、爱乐，开始求这。啊，开始物件就是因为已经咱人已经理念就到这里了。毋过你看，比这个本性，这个如日子所性本性，这如的本性，迄就是哪？迄就是咱的良心。啊，良心就是本性，啊，本性就是道，咱讲的哪里？但是天，这个。天有一个哪？天
心良心对天地，咱是安尼哦，天地良心嘛。所以迄就是来讲，咱有一个甲天性相的物件，有一个甲天性相的物件，是咱人来讲，这个世间的力量，咱开始做些是非非，或者咱开始这个世间咧做因果。你做因果就爱轮回啊，对不对？毋过你是用心本身，迄是无辜，迄嘛爱该去轮回，干嘛？你这用心本身，迄是无辜，是咱来讲，这个世间，咱去妄心做恶因。毋过呢，因为你去轮回，你起码去轮回。比如轮回嘅有效啊，那么咱伊嘛是本性，伊嘛是一种不善，结果是看嘛是不善，但是伊都过去嘅梦想执着，甲伊一个自信，伊成为迄个物件，花落去轮回安尼，叫流光去散。所以呢，要修道，就是咱爱知影，每一个人有一个身份的本性，但是因为来到这个世界叫力量，但是力量对了后，咱去妄想，毋过你个本性嘛是咧甲你经营这个马蹄，伊嘛甲你放弃，伊嘛讲接受，你欢喜嘛接受，你无欢喜嘛接受，咁而家咧，你好嘅伊嘛接受，你贫富伊嘛接受，伊嘛是以前甲你经，甲你这个马蹄无异，安尼咱去过身安尼。毋过过失，因为你爱过失，你而且世界做业因咱业过了后，你家己迄个如不动，迄良心本性爱甲伊爱回事，就是讲甲伊去轮回，会当改变。所以你因缘嘛是这个物件啦吼。但是伊若清净，亦无自上即位，因为咱迄个道。清净无量，好，都是清净无量的物件。迄个道就是讲迄个结，迄个字啊，迄个道就是讲结，这个结叫做极限，咱讲叫做极限啊，极限，这个叫做极限的变化，那个咱话在开始。当然，你环境讲是个啦，后边巴士路边啦，无钱啊！无急就是讲，迄个气都无啊，迄个气无啊，迄个急办啊，无急气无啊，咱讲叫做哪？叫做急落，叫做生命件世界。所以你咧用着这个急办的落，这是世界，这个世界叫做哪？叫做世界。世界的结果是哪？就是顺善无恶的物件。因顺善的无，完全就是讲，这是一个结果，完全我去做主的环境物件，安尼，叫做清净无量。所以，这个以道清净，是讲这个，这个道本性，换即句话讲，对咱的良心，咱良心本身嘛是清净的。就讲啊，讲疑心、清净、自动了心，只有看心。咱的迄个清净个内个出来个讲，咱若用来甲你拖，用来甲你拖，本来就清净，拖无清净啊。敢是安尼？咱是佛教上内底有其他啦，我这个我俾咱找个清净，叫做咱。叫做顿入空，当然咧，上迄个时阵，我就接过了，一个曙光，伊就讲，伊40岁啦，少年家，嘛是天天做我遮个啦，即个讲伊要做什么发挥啦，安尼，就帮我讲，我就安尼啦，我出家啦，我当然要出家，当然我是反对啦，这嘛是伊的兴趣。我来出家跟读书啦，较无困扰。伊家讲我听啦，读书啦，我是咧讲讲到咧，我听咧讲，话呢，因为伊叫做出家，伊当时讲叫做顿入空，
里面空来点，啊，较细地方当当，细地啦吼，我入游时出去细地，我都无管啦，对啦。因安尼讲，啊，我有好处讲，因为即摆出街啦吼，大部分都有阵时啊，或者啊，手脚若失败啦，做倒啦吼，啊，个出街啦吼，啊，阿某啦冤家啦，啊，离婚啦吼，啊，是个出街较亲切啦吼。安尼吼，啊，着讲囝仔啊死势，但是不好，啊，看袂开，啊，着时阵啊，出街，哦，这个叫做，安尼去较亲切，不过讲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啊。虽然讲咱今日以伊个所在亲切，但是咱真正不遭亲切嘛，较不遭亲切嘛。人离有时咧，当中啊，生活我想想啊，亲切嘛。哦，咱一贯都会说，就是呐，在家己出家，在家己出家啦。你讲一年内底当中，你收到无了解这个意见，毋是我今日鸵鸟心态，啊，我就来鸵鸟的我这个长了后，哦，啊，就我无看着人好啊，你有咧宝贝啊，鸵鸟到时人会甲你掠鸵鸟人少，都怎么去找我？你个我看着人，咱就无看着你嘛，那个鸵鸟心态。今日做来迄个说法。都比较亲切，哦，当然我人的意向有些了，现在人风闹的哦，但是真正亲切，哦，毋是讲我偏去一个所在亲切，面对我面对的一切境，我自无了一切心，我的一切心自无了一切境，这才是真正亲切呢，这才是真正内心实相的亲切。所以个来讲，就伫咧伊嘛，咱咧讲你管到做无简单，讲做无简单，咱袂当一代三代，我太太讲我无单，讲真无简单。啊，我若要出，我头边我头我都啊，毋对，我叫伊遐兄弟生活都过来咧，叫我一个就念到厉害咧，讲你若出去反正伊就甲你信咧。啊！你讲今日去天日，家己妈妈天公头，家己爸爸天公头，你着说大师兄弟小妹天公头，你就是你太会，好，你太会。啊！你若想我大概咧，好，阮在家出家，啊，我当然啊，你就是我当然咧嘛，哦，这一款嘢啦，吼，讲一款道理，讲道理嘅，哦，安尼啦，吼，啊，当然讲，你有做事，我有做事，啊，见到成果。但是真正经，咱会知影，离这个鬼天的连接，毋是走入另外一个世界的连接，毋是安尼。过去咱听，我听一个故事，讲一个师傅，讲的是啦，就是囡仔，迄个囡仔生出来，伊就当带去伊个山顶，有人高山上，真正的时阵啊，离开咱生活就完掉吼。拢无接受到环境，嘛无接受到一切人，拢无得。但是到当日8岁时阵，师傅啊亲自把这两个三米甲带来，啊带来当中，伊啊一路咧看足好嘅，哦，你看着当面，看着当面，啊师傅迄时啊，看着一个做一啊水，那你讲，这个是个老虎，你不给假的老虎，这告诉你，那么规范听的啦。啊，你这个三米规定，我感觉做那水的啊，哦，安尼哦，我真下来的老虎，啊，这是哪？我来那个，哦，接落来啊，是来介绍安尼了啦，哦，同咱迄个高尾站，这个去到山顶的，这私人航空，你今日去出来行一日，啊，恁收的物件，你来感受。你上界欢喜，啊上界感受。讲师傅，迄个下食人的人伙，迄种吼，我上界感受啦。我看见你遐水的，啊，做遐水的物件，啊，水的味，迄个18岁内底当中，几乎无去接近过，所以迄个清净的所在，安尼出到顶，这是个力量。啊，人安尼好清净。哦，穿看见。
你的力量，但是咧，你7岁到10几岁内底当中，咱伫这个环境、咧生活，你看到足侪物件，那你甲讲起，就是讲四维产嘛，你看得到什么会去接触？唔好话咱要理解咱这个心，无结果无去讲，不是安尼看。所以，若要真正是达到的，咱修的，嘛，这当然是修的相。所以呢，嘛，叫你完全，这样讲的嘛，同理心就是关键，不是叫你做这行为，达到的无叫你做。伊讲，基督清净，用无主相。这个基督清净，用无主相，嘛无迄个诸法上的物件。所以过去，咱经文一句讲，以一切相证明诸法，有安尼讲无？因为叫伊用无主相，这个用无主相，毋是有无主相，迄个主相里面内心世界内底当中，迄个心。你看到主相内底当中，无去理了着主相，那叫用无主相。你用无主相，我唔敢讲嘅。这世界做成主相，他无主相，这个话你若用着我，无物件在开始，可能你会讲我係主相。所以你一切主相内底当中，你无去接觸，安尼叫做无主相。迄叫做哪？迄叫做无相说法，无相说法，这个有相说法，无相的说，你相中内底无接触，因为你迄物件，你无论是火也好，无论是火也好，但是伊无接受伊虽然一个上了，伊无去甲讲做是火，伊是错误的内底当中，伊也选互你看无相说法。迄个无相说法，换一个叫做理想，换一个解释叫理想。理想中的内底当中，无接触叫做理想说法，叫做理想。但是咱人我即摆而家，迄叫做哪？在相说法，有相就是在相说法。我而且讲，恁而家听有声音，着紧触着起，恁知影咱是有物件，毋过这就是伊的这个感觉。我咧讲恁听着一个，毋过咱一般顶的人，拢是感官的物件叫做了。你感官的物件叫做了，毋过你上所内底当中，这叫做无了，无大。但是无了内底当中，你唔看，你无了解，所以变得你理想甲在想的内底当中，拢总会当离婚，拢会当不知足，所以来讲。也无主相，你已经不注意后边这两句话这强调了第关键第空理性，第关键第空理性，尊不见，尊不见，修空理。关键空理性叫做修空理，尊不见叫做关键。这两句若伊甲解释的，就做安尼。伊这两句话当中，修空理甲尊不见，你六祖大经会第六个就讲着无见物件，就讲着什么叫做关键？神物，伊个讲，面对神物，爱谨慎关键修空理。是关键，咱一个人，你
要甲看清，你一直即要甲看清，看无着清。咱一直要甲看清，迄叫做执，迄叫做执，变是执。后要甲看清，准有见，迄个精就是无嘛，迄个精就是清净无嘛，无相嘛，无相。我一直遵照一个无看到的物件，你看到的物件在哪？我你遵照一个无看到的物件，无迄个无看甲当作清，做甲清无甲当作清净无了的物件，安尼叫做清，叫做清。所以咱上界主要就是讲，咱离佛教上内底当中。离，一定要离啦，离相执，离相想，离相想，残想、残疾，你一定要离，这两个爱离。什么叫做残想？关键叫做哪？叫做残想，我哋要想，想什么啊？要想精，我要想精，我要想无力，清净无力。但是安怎有了无？你的思想上内底当中，就已经影你思想了。你不完全拢管得到，你后边到尾到无几数。如果你这物件，如果你这行为，是安怎？大家来讲爱离。想象，我今日嘅道是要好，做一个善恶诸如，而且一直咧想这个物件，就参照你咧完全艺术思想。若安尼当中，六所来讲，看你，知唔知咧？因为善执甲善想是如如的物件，善是如如的物件，离如如的物件，你无离，必会当如如。好，执。就是代表光明嘛。你今日离相的内底当中，你修光明，你若无离，你必会当光明，有修无啊。所以这句话就是你的，对啊，因性论讲，你的关键如何如为先，空必性必行啊，修空必，修空必啊，唔是真正真。都空是梦想，叫空机了。哦，要看个谁那要想，要看谁那空机心啊。这叫做哪？这人告诉我们，叫断灭空，断灭空，断灭空。因为你变成空去啊，断灭。你真正人这个执，人这个执是真正光明，是真正光明，就差个面头照了了。你要出现光明，咱出现的光明，你要出现光明，光明无，你是必须有光明。所以咱说安怎？上讲成本的注意，你唔通甲梦想，你唔通甲偏见当做，你唔通甲偏见当作正见。唔通把偏见当作正见，伊就这个是不正的。所以袂使空必心。我今日我修到心，这书来解空，有人拄则讲，我感觉我有时看清醒。你若无面对清净，你若无内心世界清净，你若研究内心来清净，你就清净。你要相信，你内心清净吗？因迄个清净，迄个光明，这个清净，这个光明清净是你内心世界不定时的物件，唔是我给你存的清净，唔是我给你存的光明，是这个道理。哦，咱这物件无清净啊，咱真正无光明啊。那你都要存的清净，要存的光明，那安尼叫做哪？完全空性。哦，所以来讲，初心。初心本净，你本来的心就净啊，无可取下的物件。你
心比你的本性本来就先来你就纯净，你就能讲啊。你心若不是你就顺了，你心若不好，你要得顺了我们在世间不离世间什么？离世间不离啊，不讲。你是无不讲嘛？你是过得不讲？你是内心世界人，无可能得顺你讲。如果你离开内心世界，这阵我都去找分，你不能找分的，我往平时往平。哦，你家己分都要去找分，无对你内心世界这阵你用功，排面外口，自心自有何处没是分？自心自有分，自心自有分，何处没是分？你个找是分，你不当找是分。所以今日你看，就是咩？咱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不离世间觉。这个觉叫哪啦？这个觉叫做菩提，这个觉叫做菩提。菩提叫做自性，菩提本自性，用心即是讲，诚实在不表，但是无三种。菩提本来就是自性，自性本来就觉，它本来就讲意思。初心本质，这心就是不干。好，这心被你的出想，本来就是何其初心不足苦修，何其初心不心变，何其初心不足清净，不足苦修，不心变，不动摇，也先来。但是那种很难讲，伊本来就是苦修啊。伊本来就苦修啊，苦修完全来说就是乱，变得不缺啊，按照后面不缺，苦修本来就不缺，哪里不缺呢？你哪表你都没水了，你的本来就无条，你都没水啊。所以应该讲叫无可出想，比无较低，无较强，无可出想，伊本来就苦修啊。咱叫做无相，比佛来讲叫无相。无相就是讲一斤，这一斤100%去啊，这是100%去，对不对啦？按热啊，强化啦，这多是100%啊，分就是安尼嘛，这个分就是100%嘛，所以既然100%你要强化你搞。哪会啦？无欠变做水啦，因为咱就是咧梦想心中，但是